啊？啊？本嚟火槍多。加油哎！韓國呢啲啊。有没有一种很古老的感觉？在这个台湾演艺中，我是特别喜欢有不好的，但是没有男女的分别，没有国界的限制。不是，我觉得因为陈诚哥每一次见到他，不管他多久没有见，陈诚哥第一件事情就拥抱，这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哦，Don't say goodbye。我们要跟大家讲，今天晚上的跨年倒数呢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。因为既然呢我们要迎接4大运嘛，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我们要开始倒数的时候，之前有一个仪式，我们要把一个箭射向100。真的假的？谁要射箭？非常科技的设计，真的很特别，5年都没有的。我们今天刚刚有6、5、4、3、2、những lúc một con đi cần con lên lụi còn liêu Emang lah. Itu bilangnya.
giòn ấy lấy ยังไหม nhiều à hả em nhìn ê bây giờ ban nào